成語囫圇吞棗。囫圇吞棗原指出把棗子整個吞下肚，不加咀嚼。民間趣味故事相傳古時候，有位精通養生的醫生告訴大家關於水果的吃法與禁忌。吃梨傷脾，醫生說，吃梨雖然對牙齒好，但吃多了容易損傷脾胃。吃棗傷牙，這時旁邊有人問道：那吃棗子呢？醫生回答：吃棗子對脾胃好，但如果吃多了會傷牙齒。有位年輕人聽了這番話後，決定兩全其美。他想出一個荒謬的方法：吃梨時只咀嚼不吞下，吃棗子時則直接整個吞進肚子裏，不去咬它。結果，這位年輕人弄巧成拙，吃梨時吐掉了果肉，吃棗時卻因整顆吞咽而消化不良，引發腸胃不適。後來人們就用這個故事來形容人做事不經大腦，不辨滋味。此成語比喻人對事物不加思考、分析，籠統地接受或學習，而不求甚解。例句讀書學習最忌囫圇吞棗，唯有細細體會，才能真正將知識融會貫通。